欢迎收听车载10198电台，追逐梦想，期盼蓝天。今日早间时候，联盟号飞船将搭载我们的第一位女航天员凯琳娜飞往星际号空间站。阿东啊，早餐要吃饱，考试尽力就好，不要慌啊。好啦，知道了。好了，动作快点，今天是周一，路上会堵车的，再不走就要迟到了。